我没想到这个课语系里面，这是家庭剧嘛，没想到就可以练习这种东西。就是跑的那个，我们先拍下来。如果先拍这个，不可能啊，福利！我去训练了。摔车跟讲客语哪个比较简单？去。就往边走。好，先这样。哎，然后你唱的，哎，来，坐掉。坐对。哎，哦，等一下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老徐跟立新走在路上，就是要从市场走回家的那一段戏。買物嘅。买了抢菜。哎呦啊！那我在拍那场戏的时候特别有感触，就事实上你的心里面就觉得哦，好百感交集，就是想到说自己跟自己的家人在路上走也是这样聊的状态，有时候甚至都不知道要聊什么了。然后找一些话题来聊，这种感觉。可以，刚刚很棒，这样2个浪，继续维持哦，好吗？说好了，继续维持哦。那你去跟导演说，就不要再来了。你讲大声一点。你去。他听见了。导演，那轻轻说。哎嘿嘿。